观众朋友，食饱未？林老师真欢喜，佮看见你转来啊！平安。是走去耍，即阮后壁是耍去倒呀？这是啥物所在？这毋是泰国的教会嘛？泰北。泰北，其实老师无去过遐，但是呢，即个所在吼，我有去住过哦，真趣味一个所在。来吼，一定爱听到最后，咱今仔日要邀请的即个是真特别的宣教师，因为伊囝足细汉的时哦，就带去泰国啊。其实老师应该足少人吼，讲迄囡仔足细汉的时，就甲伊带去泰国对无？带去一个无熟悉的所在对无吼？而且来观众朋友知影我后壁你什么这是创啥无？这叫什么？分什么？网打。网打。即份阁有人咧用网打，有网啊。有人分过网打，有人无吼？咱的朋友来啊吼，美秋你好，来传道你好，你好，好，咱即份先来请咱的赖传道看淑娟吼，小官起来。罗团队平安，平安平安。老师母你好，平安平安，真欢喜今仔日请到遮尔少年的宣教师吼，哇，少年，少年咯，50岁咯，真欢喜吼，伊要来甲咱讲吼，因是啊为迄个就尔爽快的一个台湾，会住了真爽快的所在吼，要带因的囝遐尔细汉吼，就走去遐吼。咱有一个啥物？今仔个有苏老师、黄老师您好，就是观众朋友伫咱的边啊吼，甲咱支持哦吼。所以咱会当来看卖啊，为虾米因要来分即个啥物网打哦？我记得网打，足久无看到的即个所在吼，安尼来请林老师。咱要来请就是罗建超甲陈淑娟，因要来讲因怎样来到泰国，因两个是怎样伫台湾熟悉，受上帝好调，一直到来对众生，就是讲对信耶稣了解即条道理以后，行到婚姻的路，这是安怎来真趣味啦！少年人来讲，遮真趣味吼，咱来听。好，感谢你们老师吼，会当有阮即个机会，会当来分享吼。我信耶稣是我伫台湾的时阵吼，我伫读迄个明治工专吼，明治工专的时阵，有即个挪威的宣教师吼，伊来到阮的学校传福音所以我是伫学校信耶稣咱信耶稣嘛，感觉足特别的，因为即个宣教师的关系呢，伊嘛有带过足侪国家的宣教师来阮的即个学校，甲阮来分享所以我是感觉上早我早期信耶稣的时阵，有即个宣教师会当来影响我的即个生命嘛，未办我未来会当行即个宣教的路感觉讲上帝即个引带足特别的。感谢。伫屏东，大生伫屏东，熟悉。一见钟情敢是安尼？毋是，毋是啊，毋是，是迄阵我我读五专毕业了，我个因为我嘛是有得到上帝的好调，我就感觉我要来服侍上帝。毋过要服侍进前，我就先去教会做干事，干事建超是屏东伫做编，伊拄退伍的迄天，伊就来教会，就是伊拢伫教伊也有闲个会来即间教会聚会嘛。伊退伍，伊就来辞行伊就讲要甲大家讲再见安尼。其实我无熟悉伊，我毋捌看过伊吼。就是伊来辞行的时阵，拄看到我。伊就甲我讲，伊就叫我一坐啦，快点我，就叫我一坐啦。印象不好。所以吼，我就想讲，
你快点找查某囡仔叫姐姐是安怎？所以会不会讲话？所以不是一见钟情。第一印象。所以一条杠要互你印象深刻的。后来为实在是因为宣教会咯，对，就是讲后来是安尼啦吼，就是阮会阁继续交往，就是讲有即个机会吼，小关啊，你台北来读新人院的时阵吼，拄着一对牧师翁仔某，因个介绍阮熟悉吼。啊，是安怎伊会介绍阮熟悉呢？因为迄阵啊吼，我嘛是顶一张相片，我是讲顶迄阵啊，我是讲我因为迄阵啊，我退伍以后呢，就是有即个机会吼，参加教会即个短宣队啊，所以教会就是有来到即个泰国遮来传福音。哦，我第一届来时是1997年啦，迄阵啊吼，啊，所以迄阵啊，就是讲有即个机会来到这泰北的即个山顶。足侪拢是无电吼，也无电吼，啊也无水吼，无即个自来水吼，啊，迄拢是迄个泥土路吼，啊，但是就是讲足感动的，就是讲看到讲，上帝你足善的这所在嘛是有即个吼，互足侪人，特别即个山顶的，不管是华人还是少数民族吼，啊，拢有即个福音的机会。啊，所以我第一届参加就足感动的，啊，后来就是讲每一年吼，我个拢请假，因为你食头路嘛吼，但是拢请假一礼拜吼，啊，就是讲来到泰国，啊，我是有一年的时阵，去泰国宣教的时阵，就是得到上帝即个呼召吼，因为我虽然我就是看到讲足侪需要，但是会当全时间吼，会当安尼全职的即个宣教士，其实较少，啊，所以我愿意。即个蒙召吼，就是愿意讲军队相信上帝啊，军队上帝咯吼，我个未办一间。讲全时间来泰国啊吼，不然足侪福音队拢是来一个啊，就转去啊吼。是，无继续。即个有咧感动，是。安尼师母，后来对，后来我师母讲啦。阮个其实阮结婚了后，个去等于个欠检草去台北服侍，无结婚去读神学院，我先去读神学院啦。对，伊先去小关啊，先去读神学院，对无吼？啊，迄阵啊，我也未去读神学院，啊，所以迄个牧师个介绍阮熟悉。啊，所以这个过程的时阵，小关啊嘛有咧想讲，啊，我这是真的还是假的吼？是讲要做宣教师是真的还是假的吼？啊，也未去。要带着你。对啊，后来就是讲有这个机会开始慢慢交往，啊，就是讲但有一届吼，就是讲小关啊嘛是吼，比如讲伊就是想着讲伊家己是。蒙召要做即个教会的传道，对，结果我见巧是要做宣教师，对，安尼敢若感觉讲两个人未来都是毋是无共款样，对无吼？对。啊，个有一届，就是有一个长老伊拄仔来，就是来问我来，就问我讲，因为伊熟悉我嘛，熟悉建操嘛，伊嘛知影阮两个人伫交往，伊就甲我问讲，啊你是有心要欠建操做伙，啊你有啥物问题无？你有啥物代志要甲伊讲无？伊就来甲我问，啊我甲伊讲，我有一个问题，我想要问即个长老，我讲。建操的呼召是要做宣教师，啊，我的呼召是要伫教会做传道人。安尼，阮两个人的呼召是毋是无共款？是毋是无相拍行做伙安尼吼？啊，结果即个长老就甲我讲，啊，请问宣教师处理宣教要创啥？就是传福音啊，要建立教会啊。是。啊，伊讲啊，传道人。呼召是要创啥？嘛是传福音啊，嘛是要建立教会啊。啊，讲伊就甲我讲，安尼有啥物无共款？所以就是听着长老安尼讲，我就决定要继续建操啊。
啊。伊中乐爱互伊一个大红包。是讲其实拢是咧宣告，所以就是团道人嘛会当去宣告哦，吼，对无吼？就是拢迄个啊，所以以后哥哥去伫新加坡，是吗？对，嘿，是。咁嘛，上帝特别引带啦，原底阮嘛讲无备办，讲要走较远吼，因为你台湾嘛是拢有真好诶新学院吼，但是我感觉讲，就是讲上帝个最特别个啦，就是用足济吼，即个环境吼，互阮知影讲，哦，安尼阮要去新加坡新学院受即个装备，啊去以后呢？其实我嘛感觉上帝是我嘛足感恩的吼，就是上帝真奇妙吼，因为你新加坡新学院平均有差不多25个国家的学生来遐读，所以阮即张相片就是讲，阮每一年拢会办一个宣教之夜吼，差传之夜吼，宣教吼，叫宣教之夜，就是讲每一个国家拢会当备办节目，会当。家己国家的即个服装吼，即个衫吼，阮会使表演。迄天即届即个相片，敢若就是阮表演即个即个阿美族吼，3地舞嘛，对无吼？嘿，佫有唱诗歌安尼吼，所以我感觉讲上帝引带阮到新加坡去吼，变成讲就是讲敢若扩张我们的宣教境界吼，所以感觉讲上帝印刷实在是真好。对，有人问讲，恁拢是为台湾来的，对无？对，我台北人，小关是高雄人，对。高雄人跟台北人哦，所以因穿的吼，一个人是穿迄个台湾的原住民的，对无？对。我身躯穿的迄是，因为我伫泰国宣教的时阵去来泰国买。这是泰国这个应该是阿卡族这个服装啦，吼，嘿。是哦，真特别咯。所以其实控6年，是咩？就毕业啊，毕业了无随来呢吼，无随去泰国哦。对，阮是毕业以后，就是讲先转去我伫台北这个舞会吼，去遐服侍，这嘛是另外一个长老。嘛是一个宣教师吼，嘛一个牧师吼，伊嘛是安尼甲阮建议，所以阮等于我教会服侍7年的时间，满7年，阮个我41岁吼，个专家吼，佫会当出去泰国宣教，就40岁来到这里。敢有着来泰国，对台湾来泰国，恁语言袂通。敢有出现困难的代志会发生嘛？其实是真济啦，吼。第一个困难是还没出来的有啊，是。我印象中讲就算讲就是讲吼，很深刻吼，就是讲阮准备要出来的时阵吼，我就是特别去拜访吼。当初引带我信耶稣这个宋安娜宣教师吼，这是挪威宣教师吼，伊迄阵是差不多过1-2年就要退休搁伫台湾吼，所以我就是讲要出来泰国以前吼，就是讲特别甲拜访者。其实我的想法是讲，我特别甲感谢吼，就是讲感谢这个宋姐吼，伊会当引带我信耶稣。那嘛感谢上帝吼，会当使用宋姐，会当敢若成做我一个真好的即个榜样吼。我即马嘛是愿意规家伙拢就是讲成做即个宣教师的家庭出去吼。其实迄个去甲探访的时阵吼，我感觉足特别的吼，宋姐吼，伊无特别欢喜，伊也无安尼讲，感觉讲讲敢若甲我学落一安尼吼，伊嘛是无呢吼。我拢无，伊是甲我讲句话吼，伊讲吼，足侪人吼要去做宣教师吼，因为伊伫家己的国家做啥物吼，拢感觉讲无啥物成就吼。看到讲做宣教师吼，敢若会当得到逐个足侪人的普声吼，所以伊就去做宣教师，对吼。伊就安尼甲我提醒一句吼，
其实初初我开始听的时，我心内底，我讲实在，心内底其实是无啥欢喜吼。因为我想讲，我是要甲你道谢吼，我想讲，看会当得到你学老一下无吼，对无吼？嘿，我是伊学生嘛，对无吼？可能是。我讲即句话吼，但是后来慢慢，我这几年来，你家己伫泰国遮宣教，拄着真侪困难的时阵，我想着伊讲的话，我嘛搁感谢伊的，就是讲伊甲我提醒吼，我规家伙仔出来，阮是要做啥？阮是要做上帝的工，还是要做阮家己人的工？阮是要做互上帝看吼，还是要做别人看？其实嘛一直提醒阮需要一定的定睛在上帝啦，吼，毋是讲阮要做互别人看，做互别人敢若讲拍破声讲哦，阮真好，阮真够吼。其实这毋是宣教士的目的吼，宣教士上帝。安那宣教士，互你做好的预防针，安尼。是，对。对，所以上困难应该是学泰语吧，我感觉。第起心啊，第起心。因为阮囡仔听阮出来差不多6岁，其实伫伊5岁的时阵吼，阮有甲伊问讲，爸爸妈妈要出来宣教，你愿意要听阮出来无？因为大部分是父母得到上帝的呼召，囡仔拢是对父母出来，毋过有当时囡仔也无想要出来，个会阮若出来宣教会拄着足侪问题，所以阮个要出来之前个先甲囡仔先问伊啦，伊个慢慢问问题，使讲问讲是安怎泰国伫倒，是安怎要去泰国，以后我阁会当看到我的朋友嘛，阮阁会转来台湾嘛，伊个问足侪问题。我个慢慢甲伊解说，等到他5岁尔，对无？囡仔其实5岁可使问伊啊，5岁可使啊。伊个慢慢收，伊是安怎收我嘛毋知啦，就是差不多3个月过去，我阁甲伊问一摆，爸爸妈妈要出来宣教，要来泰国，你有愿意要请阮来无？伊个讲。只要爸爸妈妈拢欠伊做伙，伊莫离开阮啊！伊只要爸爸妈妈欠伊做伙，伊就愿意对阮去，就是愿意就对了。阮听到伊囡仔愿意，阮个感觉感谢上帝，是上帝真正哩养带，所以阮个决定全家伙个要出来啊！阮伊满6岁，阮满6岁出来，伊满6岁啦，阮就出来。阮出来吼是去学泰语，伊个爱甲伊放伫泰国的幼儿园呐，是，伊就是伫台湾嘛是幼儿园大班，来泰国个直接去幼儿园大班。是，伊嘛爱学泰语个对啊，我嘛去学泰语个对啊。一开始我嘛是感觉讲会惊伊袂适应。有一摆我个甲伊，有一摆我甲伊洗头毛，就是暗时洗身躯伊家己洗嘛，毋过洗头毛我嘛是搁替伊。就是甲伊洗头毛的时阵，我一边洗，伊个一边讲话，伊就讲是安怎会拄着遐尼济困难，是安怎人讲的话伊听无，是安怎伊家己讲的话别人嘛听无，伊是自言自语啊，家己讲啊，家己讲，伊毋是甲我问哦，伊是家己讲哦，所以我嘛无回答伊，我只是听，毋过我听我知影，其实伊有足大诶压力啦，压力伫伊的身躯暗时你困，伊嘛是会磨牙。我有知影有即个压力，即个压力。所以我个私底下甲建超讲，所以我个紧为伊祈祷，求上帝来帮助啦。虽然阮两个泰语嘛是有压力，嘛是共款，只是讲囡仔压力伊袂晓讲出来，所以个爱为伊祈祷。通常讲伊细汉其实伊拢知影吼。是。那安尼，恁去泰国的主要的工课是啥物话？第一年阮去泰国就是咧曼谷曼谷遐，就是讲学泰语搁过一年就是讲阮过来泰国北部遮即个清莱遮宣教就是阮的彩会伫泰国清莱遮有一个福泰基金会嘛是一个福泰礼拜堂，就是教会
所以阮主要就是来泰国遮，就是建立教会，就是讲引带人来信耶稣。初开始就是因为人就是拢是学生较济啦，所以阮就开始遐租一间厝租一间较大诶所在啦，即间厝是敢若迄个伊喺泰国北部遮是伊咧做店面诶，二楼住家，但是一楼是店面，就是讲变成讲你也要卖啥物物件较方便，但是阮看到讲一楼诶店面就是较宽嘛，对无你也要做即个小组即个聚会较方便，所以就是安尼慢慢开始小组诶聚会，慢慢开始你教会即个聚会，引带人信耶稣，其实阮来清莱泰国的北部的清莱这个所在，其实我的囡仔拄幼稚园毕业，伊起来拄会当读泰国的小学，毋过我毋敢甲伊放伫泰国本地足侪囡仔的小学，因为惊讲伊一个外国人会互欺负人，所以阮我找着即间是较细间，伊是私立。毋过嘛是泰国的本地的其实伊是幼稚园，因拄起好，后壁头前是幼稚园，后壁个起好要做小学，伊个阮囡仔拄好，个伊的第一届的小学生安尼，我嘛是感谢。咱想的是恁起的你了上第引带。而且读了做好诶，听讲去学校紧着个会晓去跳舞诶呢对，老师个选伊来跳舞，因为拄好信雅伊嘛就爱跳舞啦，对，就爱跳舞，所以老师看到伊伫跳舞诶时阵真好看。选伊来替有型，入乡随俗，佮谁就都有型所以恁底下嘛有中文诶，教中文，对，因为教中文是会当接触这个囡仔嘛，嘛会使接触伊诶家长，所以阮就教中文。是所以就是讲会当熟悉人嘛毋管是中文学校诶囡仔，毋管是中文学校囡仔诶即个家长因诶爸母毋管是阮社区诶即个朋友，会当甲伊熟悉，会当传福音互伊互伊会当认捌耶稣生命会当改变所以我嘛感觉上足特别这是山影这是你教会你阮教会边一丛山影树其实阮去几啊年伊拢无生阮去几啊年拢无生差不多是第3年第4年诶时阵，迄个时间就是讲就是迄年足特别诶差不多有结迄个山影差不多有300-400粒，遮尔济着迄阵嘛是因为我看到，我嘛是体会着讲教会兄弟姊妹嘛是愈来愈济有感觉讲上帝确实有祝福所以恁兜种物件啦，袂使爱来服侍主，上帝互你爱唱诗歌对，做即个什么父亲节，普通人拢是庆祝母亲节对无？恁庆祝父亲节，真特别。拢有即个相片无放出来阮就是利用泰国的即个父亲节、泰国的母亲节阮就特别会办一个福音主日因为阮有训练阮的即个中文学校的囡仔就互因唱诗歌唱歌，互因跳舞就是你咧福音主日的时阵邀请因来因爸母会当过来嘿。听讲恁兜阁有带大学生诶，对，因为就是阮嘛是有做学生诶工课，这两个囡仔这两个查某囡仔是高中毕业诶时阵，伊嘛想要继续读大学，这是讲伊诶家境无办法甲因支持啦。我看这两个囡仔乖乖听话，阮就决定要甲伊培育就互伊来住伫阮兜，因为阮兜即马大离迄大学真近，所以住伫遮伊要去学校较方便。伊住伫遮就是伊诶学费，伊免担心，因诶食因诶住嘛袂担心。毋过我伫遮我嘛有教囡仔，教迄个
教中文，所以我即马我就甲囡仔互因教，互因教，因就会使有即个收入，因就会使做因的收费，对。对，趁一寡零用钱用哦。对。安尼，林老师，安尼，要安那，我听着建超团队安尼讲，真正真趣味啊！毋哪想要去做团队啊，毋是遐尼简单的会当做，啊是讲会当为恁做啥物就是迄个走去太北对无？走去遐所在上班吼。其实就是讲我讲其实关心也是祈祷，我感觉讲是上重要啦也是上重要另外就是讲拄啊好差不多1个月以前泰国北部遮清莱就拄着即个大水灾啦像30年还是50年拢无拄过即个大水灾所以阮前一阵嘛是有即个机会就是去帮站泰国这水灾较特别伊有足济迄个那什么看到对泥浆泥浆所以变狗妹是，所以变成讲像这张相片是阮个去带囡仔去迄个一间厝斗3工就变成讲伊内底物件拢歹了所以甲伊内底物件拢爱甲它先甲摕出来你若讲摕迄拢烂去迄拢哪单调但是有一寡物件洗佚佫会当用的阮就至少爱先甲摕出来啦后来去时阵的时嘛发现着讲因为阮去遐帮忙嘛甲这本地因这个受灾户甲咱开讲就问伊伊的生活安怎伊讲暗时拢困袂去，讲是安怎困袂去因为你迄阵的时阵就是讲伊无法度住喺迄个厝内底嘛，伊无法度困喺房间嘛，对无所以伊拢困外口困外口互帮顶甲讲规暝拢困袂去所以迄阵就是讲好赶紧去买迄个蚊帐网打啥物？网打，赶紧去佮叫阮的同工阮斗3工嘛但是叫阮同工开车去买原来即个店拢无呢找足久诶，找足久诶，我走足远诶所在去店仔找找，找着就是讲阮来到即个所在即个村民就是讲差不多要迄阵要80几顶对，是讲拢甲买了全部互你扫光互因至少暗时会当好好困因为伊迄水灾毋是讲你安尼1工2工就会当安尼当处理好诶，对所以个而且因讲就是因为即个水灾过后迄蚊足济佫惊讲有迄个登革热惊会惊所以你佫困无好啦，所以因需要蚊帐是因甲阮讲诶，需要即个迄个网打是毋是？我就去买，迄工迄工知影，迄工就去买，就去到遐甲分毋过其实你讲80个嘛，无够，真正无够，所以阮嘛是送互，就是送互教会熟悉诶人，嘛是基督徒啦，这种是。基督徒的需要，就互因安尼啦，因为我没办法全部的村民。是啦，尽量啦，因为对。是，所以观众朋友，你若有想要送网台，会当寄去台北，领导有咧做网台即款真正足少的足少看。是，你嘛是会当用奉献来支持因会当帮助遮足济真正有需要的人就是其实足济诶所在拢有需要咱来关心有当时咱看袂到，但是伫福泰基金会真正有咧做足济诶事工，嘛真欢喜今仔日咱会当请到传道看书娟谢谢，感谢，感谢，谢谢，感谢林老师
我用台语来讲嘛，真无简单，会当找着讲台语讲真好势。是，谢谢。那么多谢咱的观众朋友，今仔日来甲咱支持，来捧场吼，来感谢，谢谢，下礼拜继续来。是，款时间台湾8:10，泰国7:10，澳洲2:10，佮做伙来讲故事，来咱家己市一个赞，会记家己市一个赞。萨瓦迪卡，萨瓦迪卡，萨瓦迪卡，祝福。萨瓦迪卡。